你覺得要儲到100萬，你需要多少時間啊？以現在普遍人民嘅水平，佢哋要儲100萬又要幾耐啊？好多人都會覺得100萬唔算好多，特別係一線城市，可能要買一個比較四四正正嘅40-50平方嘅單位都唔係好夠錢喎。但係現實就係，如果你而家已經有100萬喺手，你已經超過全國96% 嘅人啦。就以喺香港打工為例啊，假設你人工大概4萬蚊左右，每個月使一半儲一半，每個月儲2萬蚊，你都要儲50個月先儲夠100萬啊！如果喺內地工作嘅話，普遍人我諗大概1萬蚊都唔錯啦。你死慳死抵，可能每個月都要使3000啩，就當你使3000出去，你每個月儲到7000，要儲幾耐先可以儲到100萬啊？答案係143個月啦。更加殘酷嘅現實就係，其實唔係咁多人有自律性，每個月都嚴謹約束自己去儲起一筆錢。呢個世界太多誘惑，太多陷阱，令到你不知不覺就將你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使咗去啊！12000蚊一部嘅筆記型電腦，你可能覺得貴，但係一聽到36個月分期，每期只係俾300幾蚊，哇吓，你唔使諗啦，即刻應承啦！每次我行過一啲 coffee shop 咧，幾十蚊一杯奶茶咧，總係有人排隊喺嗰度買嘅喎。你諗下，就算15蚊一杯，一個禮拜可能飲4次，一個月呢？咁一個月呢，就飲咗16次咯。呢度係咪不知不覺間你使咗一筆錢，而你自己唔係好覺㗎？銷售嘅本質就係令你有衝動跟住去消費。當你有衝動，當你有慾望，其實你就好容易被激發去消費。當你忘記咗自律性，你係好難儲到錢㗎。短視頻咁流行啦，好多直播間呢都有一啲促銷活動喎，例如係嗰啲99蚊嘅收納盒啊，69蚊嗰啲着1兩次你就未必會再着嘅網紅紀念 T-shirt 啊，呢啲消費都喺度無聲無息咁樣侵蝕緊你可以儲起嘅錢啊！尤其是女士們啊，每一次去 facial， 當佢做完嗰啲 package 之後，原本都諗住算啦，唔再買 package 啦。但係嗰啲相關嘅銷售人員總係非常有技巧地令你去免費體驗一啲你誤以為性價比好高嘅療程，跟住就同你講只需要半價就可以享受到佢哋俾你嘅3個月、6個月甚至係1年嘅 package 啦。有冇諗過你花出去嘅每一筆錢，如果嗰啲唔係真係必須嘅，其實你係中咗資本家特別為一啲冇自律性嘅人設下嘅消費陷阱啊！喺有錢人嘅世界，佢哋會考慮花出去嘅每一筆錢可以為佢哋帶嚟乜嘢實質嘅經濟價值。譬如話今日如果有個課堂要你去上，俾1萬蚊，但係你上完之後有機會每個月可以幫你賺翻2萬蚊嘅呢個課堂，值唔值得你去花費啊？又或者一個可以產生現金流嘅計劃，我就當你擺1萬蚊入去，每年可以幫你產生額外5% 嘅利益，你會否覺得你將呢筆錢咁樣抌落去值得嗎？當你將一筆錢適當地運用喺某個地方，喺嗰個地方喺若干時間之後，可以俾你產生一個正數嘅回報，呢個就唔係消費，係一個非常值得你去思考甚至去考慮嘅行動計劃。唔好將錢去換一啲喺你人生裏面根本唔太需要嘅物質啊！我哋係